各位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強妹，唔知大家係唔係同阿強妹共用係運動熱工人螞蟻人？怎麼跟阿勇講呢？因為阿聰愛做董號是甜點啊，甜點就都在本愛心情吃到哇，好療癒哦。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呢，就係甜點。啊，唔過係乜嘅甜點哦？因講甜點有分當多種哦，有分東方嘅、西方嘅，啊唔過今日愛講嘅係法國式嘅甜點哦。細細個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甜點很甜的頭家劉尚彬分享。大家好，我是台中土牛的新村劉家子弟劉尚彬，今日東歡迎來到了。哦，分享尚彬，太浦鄉親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不過一開始人家還有講到嘅甜點很甜，呀唔係愛啲嘅鹹哦，不是我在嫌棄甜點很甜哦，呀就係你點咩嘅名誒，對不對？對。很奇妙哎，為什麼要自己說自己的甜點很甜呢？因為以前在飯店上班的時候，然後我們會有顧客意見調查表，然後裡面都是會收到1、2張，客人會寫甜點很甜，所以我覺得他印象很深刻，然後就把它拿來當成店名使用。你個人覺得甜點很甜這4個字，你有什麼看法？那就不要吃甜點。我也是這樣覺得，感覺很有知道，因為甜點顧名思義嘛，你前面吃完了鹹的東西，吃完了熱的東西，那我就是想要來點冰冰涼涼療癒來當一個 ending， 一個漂漂亮亮一層嘅結束，就是要有一個甜點啊。啊，如果不甜，怎麼叫甜點呢？對，因為它就是像一個餐裡面最後的 ending。對，然後在吃完之後，然後收尾再配一個熱熱的茶，就是一個很棒的結束。沒錯，這就是一個很療癒的 ending。鼓手後，你看哦，甜點很甜，你直接擺明了告訴他，對，甜點本來就是甜的。沒錯，不要再嫌棄了，莫再給我甜的，給甜的東西本來就會甜的啊。對，所以你就直接讓大家知道，說我就是做甜點的，甜點就是很甜。沒錯，給螞蟻人吃的。對，喜歡吃甜的人都可以來。不過我覺得其實甜點有不同的喜好，雖然東西佢懂甜。不過佢做的加一些咧酸蜜的東西，可以一起去做層次上的搭配，它就會有一些變化嘛，對不對？對。所以其實講到呀，就是真的是很深奧的一個領域咯。古時候今日節目講當中後，有請到尚彬，其實不是本科系出身，不過佢親米都呀下做在做這個法式的甜點，是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要來問一下，你本身並不是本科系出身，對，沒有錯。那你怎麼會想說要接觸甜點？那一個大男生，很陽剛的形象。因為我有4個舅舅，然後其中裡面有2個舅舅，一個是做麵包的，然後一個是做甜點。好幸福哦，感覺從小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吃。對，有時候我們就會在廚房偷吃一下蜜餞啊，然後偷吃一下水果這樣。對，然後就會覺得他就會在我腦子裡面有一個印象，就是他是一個好像還不錯的工作，然後就畢業之後也不知道，就找不到想要的方向，因為念的科系就是沒有很喜歡。所以就覺得，那我來做甜點好了。所以就是應該說念書念到一段時間，就決定去尋找自己的其他有興趣的事物，就是甜點。對，然後就開始學習。在台灣學嘛，一開始的話，就是在鄉下的店裡面當學徒，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你要學一些比較新式的東西。哇，你舅舅很有見解耶，就是他會覺得不只是要在小地方學，他還希望你去看外面的世界。對，因為他學的都是大部分是傳統的，然後他想要我去接觸一些比較新式的，然後就帶我去台北，去他朋友的店裡面去學習當學徒。那在當學徒的過程中，有覺得跟原本學的傳統的有什麼不一樣嗎？比較不一樣是他們搭配上面跟花樣。會比鄉下再多一點，鄉下可能就一般鮮奶油蛋糕，然後一般的蛋撻類為主。對。然後在那邊的話，會比較碰到一些層次上面的搭配，然後跟一些造型上面的變化會比較新。鮮奶油用的反正就比較少。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你還是喜歡做甜點這個行業？對，因為從零到有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對，他才不會就是很制式化在工作。然後做廚房做久，要跳出來去做別的行業會很不習慣。對，所以就在台北的店裡面當學徒。對，在台北店裡面當學徒。
然后到后面其实有机会自己开了一间店，对不对？对，大概做了几年之后，然后从澳洲回来。哦，你还中间还有去澳洲？对，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在那边的甜点工厂，然后上班。啊，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从欧族东东你去打工度假，但是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比如说我知道有人去采水果啊，对，类似这样子比较劳力的工作。但是你东东你可以去做点心跟工厂。那澳洲的点心做甜点的工厂，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甜点？他们大部分是以量产为主啊，对，然后就是可能光马卡龙。一天大概就做个1-2千颗，就是主要是以量为主的方式。哇！对，然后香蕉棒蛋糕可能他们有供给飞机餐上面做使用，然后可能供给当地的麦当劳使用，然后可能一次就一个晚上就要做1万颗，所以量很大。它量很大，它就是一个生产线。所以你试过了传统嘅方式來用辦來做這種傳統嘅點心，有許多嘅台北態度是用辦做某 Q 用 CQ 比較精緻這樣子的點心，但是呢又去了澳洲學習這種量產化的方式，去可以用辦做啊，還有自己有機會可以點點嘅。有，在澳洲回來之後，就在台中找一個地方開一間店。对，然後那時候也都還不錯，對，然後只是商圈沒落化了，它就是人潮變少了，然後就想說，那我就把它結束掉。這一段時間差不多多久？差不多2年多，要3年。給沒一籌嘅時間哦，算是蠻長的時間。那聽說這一間店其實因為身體你去嘎，踢一間去嘎開嘅店咩，然後你花了非常多心思在這間店上面。對。那時候如果有客人想要訂東西，然後即便他只有跟我訂一個蛋糕，我都會想要把它送過去。你說台中，然後可能送到台中南區這樣嗎？對，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只要有人肯跟我買，我就很高興。一個蛋糕你就送，那如果遠一點的地方呢？遠一點的我就會請他們就是稍微就是用團購的方式，可能到一定的量，對，至少油錢要可以划算，不然對。那因為Games 你去給開店是你自己一個人開？對，自己一個人做。自己一個人開，然後自己一個人做蛋糕，自己一個人送蛋糕。對。然後2年的時間。送蛋糕大概前半年，然後後來就是用店面的方式讓大家自己來取貨。對，主要是這樣。那這一段過程，這2年的時間，你有沒有覺得自己一個人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一開始會，但習慣了你時間拉長了，就不會覺得特別辛苦，就還 OK。對。可是其實13年按用做還會附近送給蛋糕，其實是一件成本非常高的事情。對，因為我不喜歡別人收到的東西跟買到的東西是不一樣，很容易耶。因為其實像之前有一些物流，可能一個不小心，或者是在送的時候，或者是寄送的時候，或者是甚至人家收件的時候，搞不好是管理員幫你收件，他可能一個不小心，你的美麗的蛋糕，尤其是像這樣子法式的甜點，它本來外表很漂亮，但是一類某注意可能就蔥豆啊，給奶油就發褪啦，就會醜醜的。對，所以其實當然會希望盡量避免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對，因為就是有遇過一次，就可能宅配的時候，然後有出現問題，然後客人收到的東西是酸掉的，可能是溫度啊之類的。對，溫度不對了。然後就之後那時候就有一陣子決定，那我就不用宅配的方式，我自己去跑。了解。然後後來你說這間店收掉了，啊，不過沒因為呀店沒輸退，雖然覺得很難過，但是又開啟了它另外一個新的機會，對不對？對，我後來就去了法國。哇，好厲害哦！這個法國就是一個浪漫的城市，感覺裡面的甜點都很好吃。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第法國學習到嘅有做嘅甜點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在法國，他們做甜點，他們很要求就是溫度，很要求公克數。你公克數 SOP。對，如果你的公克數差異性太大，或者是你的溫度差了1-2度，他們就覺得會影響到口感。就1-2度而已。對，那個很明顯。哇，是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要求那1-2度？最明顯就像剛剛講的馬卡龍就會很吃溫度，它必須達到118度。對，在烤的時候不對，在煮糖漿的時候，對，在煮糖漿的時候118度，它這樣下去打出來的馬卡龍才會漂亮。哇，這麼嚴格？對，所以是用很精密的科學方法去計算做法式甜點的。對，哇，
啊，不过就会引力去到暗涌给浪漫之都这个法国吼，然后还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做甜点的方式。其实，在法国有一个很厉害的比赛，也是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哦，对，在法国有一个比赛叫做 MOF，它是包含了汽车工艺、建筑工艺跟很多大大小小大概400多项的。哇，就是一个公益的比赛。对，然后它甜点里面也其中一个也是。对，然后那边的比赛就是他们很要求每一个人在短的时间里面要完成10几项的作品。就像呀，天师蛋糕看到的呀的胸片，呀全部就会凶傻人做的。对，同一个人做的，只有一个人在做。天哪！好不可思议，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大概是24小时。他们前一天到现场，然后去布置场地，对，然后放自己的器具，然后就开始从零到有的方式去制作。哇，所以其实像这样子对你来讲，那个学习是很不一样的。对，就印象很深刻。对，在懂这个时间，你必须要做到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而且味道还要好，把它当成工艺品一般来制作的甜点。对，哇，鼓手哈，你看哦，有按到精彩的经历哈，先来做出来的点心用版哦，下一趟再来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終於去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法式甜點同浪漫的感覺哦，韓國一位對台中董事來嘅一位上賓，誒董事鄉親，佢唔單槍對呀親傳統嘅做甜點嘅店嘅開始來學，再過來去台北去學精緻嘅台式嘅雞卵糕、台式嘅甜點，啊唔過下後去嘅歐洲還去嘅法國，看到當當無共用形式嘅做法，啲法國學習進來過後，有自家開嘅一間店嘅耶，對不對？就係壓下壓間。對，甜點很甜，哎，中間是不是還有一點過程？是不是還有去飯店裡面？哦，對，在法國回來之後，我在台北先後在2家飯店，然後幫他們做甜點的設計啊，然後甜點的，就是房間的東西啊，然後早餐啊，然後都有。哦，所以其實不止甜點，連早餐都有。早餐的部分是以麵包為主。啊，對。古時候像按用嘅台飯店，加的嘅甜點都是有特別設計的。對，會去做特別的設計。哦。可能他們會覺得。想要跟當地的東西食材去做結合，或者是台灣特色的東西下去。對。但是他們找了你，就是比較像是法式甜點比較擅長的這樣子的一個師傅來設計嘛，對不對？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森樂雅法國式的甜點跟其他不一樣的西點有什麼樣不同？飯店裡面的甜點會比較着重於在我們之前那間是做share的方式，就是一個甜點，然後做一個大份，然後讓大家可能一起去吃。對，然後他可能會想，那時候有一個國外的顧問，然後他去了寧夏夜市，那邊有一個叫劉芋頭賣炸蛙的，我有吃過。對，然後他把這個東西跟我講，然後希望可以放在甜點裡面，然後我們就去思考說要怎樣把芋頭，然後的元素跟蛋黃元素去放在一個甜點裡面。哦。後來國外有一種甜點叫做阿拉斯加，對，它底下是我們就把它底下的醬汁我們把它做成蛋黃醬，然後中間我們就去做芋頭的餅，然後再結合它原本那個甜點有的元素，就是蛋白霜，然後去做成這個甜點，它是屬於熱的甜點。哇，這個就很特別。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法式甜點，它唔單槍都不會好看，又會好食，味道要很多層次。對，然後要很有設計感。對，要很有創意。要把它當成工藝品一樣，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 MOF 的比賽一樣。對。哦，所以你在飯店設計甜點、設計餐點之後，後來回來自己開
甜点店，就叫做甜点很甜。对，甜点很甜。那其实要回到台中开店，其实没黑一天懂有勇气的事情，必须要很有勇气，因为其实你也讲了嘛，你之前在台北工作，台北的饭店、台北的需求量、台北的市场量本身就是比较多。对。但是你回到台中，虽然它现在也是一个都市，不过同台北相比，还是有一点点落差，不管是消费能力还是课程。对，就等于说，别人不会知道你可能在饭店当过主厨这件事情，你就必须从头开始，然后自己慢慢开始，让大家会接受跟喜欢你的东西。你用不会想到讲会转到台中？因为我是台中人，对，我就想说直接在台中，决定就回家。对，直接就回家。哇，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很有勇气的决定。对。决定回到家乡，然后就开始开店。开店之后呢，就为自己的店里面有懂得创新跟甜点，全部都是你自己创新的。对，全部几乎都是。对，比如讲，人家他头前看到一个雕彩色、紫色嘞，这个很漂亮、很鲜艳的紫色。那像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可能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甜点会是你生命中你曾经看过的什么甜点？像我可能就会讲，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蒙布朗上面的那个。对，那个泥的那个形状，那个花纹，我会想到蒙布朗。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甜点。对，而且它的这个甜点的名的懂 T P， 有人都蛮该名的，同大家分享一下。美惠阿姨。美惠阿姨是天视机头前看那种美惠阿姨好，她是一个人吧？她是我女朋友妈妈的名字。哇，好有心哦！这是一个巴结的手法吗？也不是，因为芋头跟番薯就是很草根的东西。所以这个甜点是芋头跟番薯做的。对，然后再加上草莓。对。我在视觉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鲜艳的。我觉得看到进来就是吃到公美惠阿姨应该是很喜欢穿亮色系和跟红色系的衣服。没不是，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然后她会担心大家吃不饱，然后天气冷有没有多穿一点，对，然后就是一个很传统、很草根的女性代表。对，然后我就想说用她的名字来去代表这个甜点。所以你用了也是很传统的食物，就黑乌味含勾番薯，对不对？然后这个上面的紫色是那个紫玉番薯的原本的颜色，紫玉番薯原本的颜色，然后下面比较浅的紫色就是芋头乌味，然后芋头加草莓加番薯，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口味，就还蛮特别的。对，所以当初真的是为了美惠阿姨特别创的。对，算是。好，我要来吃吃看。好，感觉好好吃哦。因为好好吃哦。因为其实，一般你吃到乌味跟时节，就会觉得很有饱足感。对。厚重的感觉太多。对。但是你蛋狗那个紫玉番薯的鲜奶油，它是轻的，它不会跟下面的那个芋头 Q 用暗虫这么饱和的感觉。它用上面的那个轻轻的鲜奶油去解决了下面那个乌味太重、太喷、太厚重的那个感觉。然后东西出来会味道比较有层次感，就是它可能前面的味道先出来，然后后面再是芋头的香气，然后再加上中间的草莓。对。草莓就是你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草莓里面的果汁就会流出来，然后就会跟下面厚重的那个乌味含勾饼皮又再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多层次的感觉。对，多层次，对，好好吃哦。这有没有客人给你一些回馈？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名字啊，还是说它吃起来的口感，就都有。名字他们就觉得很特别，有一些客人会说，这就是我妈妈的名字。对，就是这么巧。对，因为美惠这个名字是很多妈妈辈的会用的名字，对，他们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就会想要带一个回去给自己妈妈。而且你的草莓好好吃哦，因为大湖草莓，因为是现在尾端了，它可能甜度会比较高一点。很好吃，我第一次。调一百是都按钮给打批，然后还这么和谐，然后其实刚刚说甜点很甜，其实还好。我觉得因为加了草莓的酸，所以它中和了甜度，然后层次变多了，很好吃。然后那个以雷这个甜点呢，它的外表看起来比较
比较熟悉，一般 No Boy 它加看到类似的造型，只是上面可能是白色的鲜奶油，但是它是强色的鲜奶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对，叫坤。坤，根据刚刚上一个的经验，爱团亚妹黑一类你的名哎，对不对？没错，就是可能是朋友吗？朋友的名字，他就叫坤。对。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坤，有一个坤字，因为他不是客家的，可是他住在客家地区住了30几年。哇！对，然后因为这是使用擂茶去制作的哦，所以这个绿绿的是擂茶。对，最底下的就是擂茶酱，然后上面就是用那鲜奶油跟擂茶去打的 cream。擂茶酱，然后用擂茶打的鲜奶油，对，鲜奶油，然后中间还加了巧克力，对。擂茶跟巧克力感觉是一个一类的亲哈嘎很传统的东西，巧克力是很西方的东西。对，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不是客家的，所以想说，他不是客家人，但是住在客家村，然后用这个东西可以算是代表他。然后这个东西比较偏没有所谓的蛋腥味，因为他很怕刺激感。对，所以他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可以适合他来使用。你连亚给伦搞给米西都要为这个人量身打造，从他的灵感来，因为可能想到很多人不喜欢吃蛋味重的食物，对，所以你尽量你刚刚说是没有用蛋黄啊？有用到蛋黄，但它味道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对，因为擂茶的味道比较强烈。对，而且你刚刚是都给巧克力同擂茶的味道，因为其实可可基本上它也是坚果的一种，对，也是坚果的一种。它在整个嘴巴里面味道的融合，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坚果的味道，会很滑顺。对，是滑顺的。对，你甚至会让你觉得你很像在吃，人家国外不是都在吃榛果巧克力吗？对，它就是有类似那种滑顺的口感。对，会有。哇塞，原来是这样。鼓手，你看，按用甜点的搭配，就是一个很好吃、很多层次，而且它还可以给它不同的创作的意义。对，你很喜欢这样子创作甜点，对不对？我喜欢从生活经验方面来去找甜点的灵感。它就不会是这么死板板的东西。但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你必须要动脑筋，从零到有。哦，不会啊，就有天马行空就可以。你只要会够想象，就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你觉得做按用的事情，你都没有一件事情不你灵感，不你去创作甜点，不管是从里面的材料，甚至到它的味道，甚至到它的外表，都是你的创作的元素。对。对，顾上你看哦，甜点做在来做公益，黑马个意思就会按用的意思。还有韩卡都跟内容按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好，欢迎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吼，阿權妹吃到動漫酒，我也好對心肝都笑出來。中文講呢，因為我也陳美啲嘅乾皮，做得吃到甜點，真係吃到懂幸福。對，故說呢，跟他食睇咧這個甜點非常滿足之後，大家就會想講，食點是咩事情啦？當接就來批一杯茶，批一杯飲料。唔過今日嘅講聲農民啦。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哦有親後嘅完美組合、完美搭配哦，來問一下上賓，像按用啊，是按用嘅下午茶，像這樣子的甜點啊、蛋糕類的，有沒有以這個師傅的立場，有個最好的搭配組合的飲品？像我們都平常不會特別去搭配比較太熱的茶。哈？我以為要。因為他趕緊清好些小的啊、小茶、小的咖啡啊，清好滾滾丟出來啊。因為茶類的話跟甜點比較沒有那麼搭，是因為它少了水果香。哦。對，所以一般我們下午茶選擇會選擇有紅茶、伯爵茶，或者是帶一點點果香味的咖啡。哦，所以紅茶還可以。紅茶可以哦，但是如果是比較深的茶，比如說綠茶，綠茶就沒有那麼適合，因為綠茶本身的味道很甘甜，它單喝味道就很棒。你再去搭甜點的話，甜點的味道會被蓋掉，它不會出現甜點本身應該有的味道。對，所以剛剛講嘅紅茶、
伯爵茶，还有水果香的咖啡。水果香的咖啡，因为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对。你如果选择比较中焙或者是浅焙，就是比较酸的啦。对，它酸那个。有一些比较酸的，像柠檬去碰到像鲜奶油这种东西成分，它会反而出现皂化，会凝结。哦，我知道。对，然后它吃起来会感觉更油腻。在嘴巴里面就会有这种感觉，会有油腻感，但是它会有一些油腻感出现，但是不会完全皂化。所以比如说像是雷梦水呀，还有有柠檬的果汁就比较不适合拿来配甜点。对。哦，所以好，我们先从味道上来讲，味道就是要有比较果香，然后最好有一点点微酸口味的，反正就是果香，但是不是真正的酸度的饮料。对，红茶、伯爵茶、浅焙、中焙咖啡都可以。对，都可以。对，然后再来呢，不能喝有柠檬的，最好不要喝有柠檬的，搭配奶类的。会影响口感。会影响口感。那刚刚讲说，做我们的是清色味，做我们的特色味，咖啡呀还茶，为什么不能烫的呢？因为你太热，其实就进去的话，它影响到你的味觉。吃太热或吃太冰，你的味觉的敏感度会变得很低。哦。所以最好的温度可能就是，假如人体温度是36度左右，你可能喝到38、40左右都是 OK 的。哦，就是差不多温温的吞下去，不会录从录度，就是度后安用吞落去。对，这样是配甜点最好的搭配，最舒服的。原来是这样，哎，头白全部就做唔错哎，感觉像讲会清色味有没有？所以其实这样不对，我们汉白周来吃看拿来品尝一下这个甜点最真实、最完整的味道。啊，不过俺刚刚说的两种，包含这个美惠阿姨还有坤呀两种这个创意的甜点。除了这2种以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用人民来创作。哦，所有的甜点都是用人民。所有的甜点都是用人民。对。听说有一款就是他自己吃了很多，这个被创作者本人吃了非常多，就是艾玛。对，没有错。艾玛嘿用马该东西粥哎。用红心芭乐。哦，好特别的食材哦。红心芭乐就会冲人家天丝蛋糕看到哎，上面那个是大湖草莓，也是有草莓。对，因为现在是草莓季的关系，它就跟红心芭乐一起做搭配。草莓加上芭乐，呀没嘿我没有想过的组合耶。对，比较少人会这样去配。那他是谁？艾玛是哪位？艾玛是从刚刚有讲到，我之前有第一家店，对，他那时候是个高中生。专科生、高中生，是，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常去店里面吃东西了，然后等到我开了又回来再开第2次的时候，他又跑过来找我，哇，然后我就说那好，那我用你的名字来帮你做一个甜点，对，然后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很开心，然后他大概每1个月会带朋友啊、带家人、带同学都来吃这个甜点，他就说，这个就是用我的名字去做的，这就是我，艾玛，对，就是他，跟我一样可爱。对，红心芭乐跟草莓。对。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欢。他自己很喜欢，他吃了10几次有。10几次。从草莓季开始吃到草莓季要结束。哇！可是能够这样被创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玩。你自己也觉得很好玩，但是被创作的那一个人，他也觉得很有趣。他会觉得很开心。对。就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去做一个东西，然后是用，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他们就觉得很特别。对。不过你真的使用了很多很本土或者是很在地的食材，比如讲刚才你讲的绿茶啊，也还讲像番薯啊、乌龟啊、草莓，这就是台中旁边的苗栗而已。对。然后甚至还有其他的创意，比如说像是鸭赏。对。鸭赏你把它做甜点。对，没有错。它就是像那种咸蛋糕的感觉。然后刚好我女朋友她是宜兰人，然后他们那边在地比较有名的就是鸭赏。对。然后我想说，那好，那我来用一个鸭赏来去做一个甜点。对。你女朋友听到也想说，你到底在干嘛？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对。但吃完之后，他们就觉得，莫名又很好吃。哇，好难想象哦！但是这就是一个新的搭配，然后给它味道上的不同。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只要把你脑袋里面的那个味道的局限框框打开。对，就不要局限自己在做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就是只要去用真实的味蕾去尝试，你会觉得好像也不错。对，没有不可以的感觉。没有不可以，对，没有。对。然后我们讲到这个鸭赏费南雪，另外也是用菜梯色彩给黑雍雅菱角。菱角，对。菱角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它出现在甜点里。基本上
不会出现，就大家属于水生跟秋天，因为菱角本身的味道很淡，然后菱角在拿来做甜点的时候，它会有很大的弱势，它味道来源在壳，不是在果肉本身。因为你剥完菱角，你的手很香，可是你吃肉的时候就还好，就是粉粉的而已。对，就粉粉。因为你经过那个煮菱角的那个摊，你都闻到很浓的味道，但那是来自壳的味道，所以就要从壳那边把味道抓到馅里面去。问号？用熬煮的。所以你还要先拿后给米西煮出来，但最后你要用的是里面的那个肉。对，用的是里面的肉，跟它煮出来的汤汁。然后来去做搭配，然后把它拌到那个菱角的肉里面。哇塞，好费工哦。对，它光剥壳就很费工。那最后呢？你最后真的有感受到菱角的味道在里面吗？有，很浓。对。然后跟草莓搭配在一起。对，跟草莓搭配在一起。好难想象哦。因为在国外会有一个，因为这个叫小林蒙布朗，在国外的蒙布朗是用栗子去做的。对。一样粉粉的东西。对，然后我的想法是，它都是淀粉的东西，为什么菱角不行？那我就把菱角拿来做。哇，这真的是T100宽豆、T100糖豆，所以也没给费色豆，因为全部都季节限定。对，季节限定。对，所以其实应该去台中找你一趟，每个季节都去找你一趟，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啊，不过吼，上边嘅店妹出台优雅的甜点营哦，其实还有含的东西好色，而且很传统哦，是什么？三角圆跟馄饨。三角圆到馄饨汤，这真的是太跳痛了。到底为什么在甜点店卖三角圆跟馄饨汤？因为一开始我有我的二舅舅，他以前也有在学面包，对，然后后来又有学一点点中餐的东西，然后他把三角圆的皮打得很 Q，然后他一直是我的早餐，对我每天早上几乎都会有三角圆或者是馄饨汤，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为什么大家吃不到？我就想说，那我来拿出来卖。然后有一阵子是因为他也出车祸，想说那我就在店里面帮他卖，然后看可不可以他不要那么辛苦。然后就也意外的成为店妹给男儿一类型的东西。对，我就还蛮常看到有人吃完甜点之后配一碗汤。它就不见得是配咖啡茶，就很灵。在某部分也是跳脱了一些局限，对，跳脱了一些框架，很有趣。所以其实你这个人很擅长在打破局限、打破框架。对。近期听说还有一些新的要打破框架的事情，想做一些新的甜点，想要做一些仿真的水果的造型的甜点，然后它切开来之后，里面会有像就是像果汁的方式加果肉，然后一起流出来。视觉上面是漂亮，然后味道上面也是好的。要种甜点，因为其实甜点，国外的一些漂亮的甜点、精致的甜点一直在进化，也慢慢的传进来台湾。对，这个目前台湾好像还很少见，比较少见，因为它的比较费工，然后制作方式比较难。对。故事你看哦，有呀，按后上嘅对董事来嘅呀，太普强年吼，按上网用佢嘅创意。用佢嘅想法，用佢嘅人生故事來做出點心嘅工藝品，同大家來分享。甜點很甜，今日上網上面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那上網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可以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一下嘅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